苏州最好吃的包子店啊，非他家莫属了。他家的包子呢比较有特色，口感呢非常的好，特别推荐他家的白皮净素包。还有猪油豆沙包，如果没有尝试过苏式的玫瑰包呢，可以尝试一下猪油玫瑰包，它是口感偏甜一点点的。我也吃了苏州比较有名气的几家包子店，那么对比下来呢，还是他家的包子呢口感比较突出，然后呢馅料呢比较足，皮又薄，我觉得他家呢是更胜一筹的，比较推荐。白皮净素10个啊10个，还有2个装袋呗。哎，装袋啊。还有嘞，豆沙，猪油豆沙10个。也是装1盒。剩下的都装零头。它是凉的啦，阿姨啊。都是凉的。对。还有玫瑰包，猪油玫瑰的还有10个。你要拿10个。看到吧，这个是白皮净素，你看这个，它这里面馅儿就是白皮净素是素包嘛，它里面你看到吧，这边馅儿呢都汁水都溢出来了很多的，那么还有肉包，还有这个是猪油玫瑰包，还有是猪油豆沙包，他家的这几款呢我是比较推荐的啊，一直是就是在常年复购的，他家包子很好吃的，吃过的朋友都知道的。